国际新闻来看，北韩之前才公布讲，已经完成军事侦察卫星，测试要伫今仔透早发射。也毋过这款新型的卫星运载火箭，却因为阴影燃料系统无稳定，今仔发射失败，落入去海里。南韩甲日本今仔早起嘛针对首尔甲奥基纳瓦发布警报。 公司警报一直伫南韩首尔市内搭，平常时人潮来去的街路暂时拢无人。南韩早起6点27分左右，侦测到北韩为平安北道东昌郡地区的南平发射一粒北韩公司军事侦察卫星物体，了后就对首尔地区发布紧急避难警报。 자, 방금 들어온 소식 다시 전해드리겠습니다. 북한이 남쪽 방향으로 우주 발사체를 발사했다고 합동참모본부가 조금 전 밝혔는데요. 자, 일본 정부는 북한 미사일과 관련해서 오키나와에 있는 주민들을 대피령을 발령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 日本政府伫6点半嘛紧急发布这警报，要求沖縄的居民马上避去附近建筑也是地下。 伫南韩当局伫几分钟了后，讲首尔警报是误发。日本嘛伫7点4分左右研判北韩发射飞行物体可能无危害日本本土也是国民的危机，解除这警报。北韩捌伫29通知日本政府，要伫31到6月11之间发射人造卫星。也毋过日本政府认为北韩是照着发射卫星的名，实际上是发射弹道飞弹，所以日本防卫大臣并且建议嘛伫同一天发布爱甲弹道飞弹拍落来命令，要求自卫隊伫东海甲日本的西南群島部署哪吒飛彈的部隊。本日、北朝鮮から弾道ミサイルと思われるものが発射されました。 現在のところ、被害状況等は報告されておりません。それ以上の詳細については、ただいま分析中です。 经过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伫发射卫星2点钟半了后，已经确认卫星发射失败。这款千里马1号卫星载运火箭伫第一阶段分离了后，到第二阶段发生引擎燃料系统无稳定，失去推进力了后落入黄海。当局表示会对这个重大缺点做调查，而且赶紧完成相关的试验了后做第二阶发射。南韩学者分析，这个军事卫星有可能叫做北韩发展核计划的重要关键。 선제대학 교육을 위해서 정확도를 높이려면은 정찰 위성이 반드시 필요합니다. 그런 차원일 때 북한 자신의 핵무력 고도화 차원에서 필요성도 있고 또 더 나아가서 한미의 이런 정찰 위성 여기에 대한 맞대응의 성격도 담겨 있다. 南韩军方侦测这个北韩发射失败物体落伫南韩的西南方岛属青岛，西边差不多200公里的海域。如果会甲残骸合起来做技术甲零件的分析，甲调查是毋是用进口零件的相关状况。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来看美。